CCY，到我了。好，高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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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是英文吧？交付吗？交付吗？高科。欢迎来到我们夯艺版上收的节目啦。那今天就是一样要来进行独家暗自 C。暗自 C 那谁来暗自 C 呢？来自我介绍一下，从啾啾妹。大家好，我是安江啾啾妹。哇，有进步啦！大家好，我是香港來的迪達。大家好，我嘅阿朱。大家好，我係馬來西亞來嘅 CCY。CCY。大家好，我是尹真，我是尹真。好，那今天一样就是要来暗自 C 啦。那今天要来担任我们猜题者的，就是课语能力天分非常好的阿啾。我壓力好大。遊戲規則，這係一隻合作嘅遊戲，是個提示人寫下答案嘅提示，係講用漢語名出來。成語提示當中係講要重複嘅事就被造成小錯。通解人有200機會，係講頭一擺推唔錯，第二擺就得使用 QQ。大家強合作，推出答案是做得半心日不留。那請你戴上你的耳機以及你的眼罩。加油 ！OK。好，那我們今天的題目是中秋節。等一下，大家不能寫到一樣的哈。沒錯。哇塞，這太簡單了吧？我寫馬來西亞會有的嗎？那我當剛那個老鼠屎好了。好了，寫 easy 的啦，不要抄我，你們不要抄我，不要抄不要哦，抄襲我。好，我跟你講，我決定要把自己的特色寫進來。我寫最簡單的哦，我是最簡單的哦。我也是。可是太簡單就很容易撞啊。 OK 了嗎？好緊張哦好緊張哦我們來3、2、1，請翻版。翻版。玩火。你死定了，老鼠屎你了一。定要成為老鼠屎。好，那需要啟發給老師的。肉，肉土豆有個好。那我們給 Q 阿啾回來嘍。來了。哦，我耳聾了，好大聲哦我耳聾了我。哎，辛苦了兄弟。好了好了，這一輪辛苦了。如何簡單嗎好玩哦，很這一輪。簡單。 ？Really？我聽得懂嗎？一定你猜得到？好，好那我們先從洗耳恭聽啾啾妹開始來給你。聽好了，肉破妞。什麼肉破妞？是什麼肉之類的嗎？哦，不要偷給提示哦，不要偷給提示哦。這裡很容易懂啊。捏餅，你餅，捏餅，你餅要這樣子嗎？你餅嗎？你們來，捏餅。要再給 CCY。到我了。好，高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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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這是英文吧？交付嗎？交付嗎？高科。尹真。哎，我跟你說，你前面有沒有認真就看我這個了？好，有出現過牛兔兒都有兒，讓兔子什麼有鵝，都有兒。有兔都有鵝，老師有給你動作提示。然後兔子然後月餅。月餅嗎？月餅嗎？那你再念一次，你再念一次。牛兔都有。啊，我知道了，月兔搗藥。哎呀，可以嗎？好緊張了。加油加油！第一輪的答案是中秋節。我是課語小天才。那你有沒有聽懂誰的嗎？就月兔搗藥啊。因為我想說寫一個他有學過的。所以 CCY 到底是什麼？玩火。啊，為什麼？馬來西亞都是會玩火啊，馬來西亞會玩火。我不知道馬來西亞會玩火。要怎麼玩？蠟燭啊，然後一直點啊點。哦，那就跟那個我們提燈籠一樣。對，玩火。太唔依區就點熟熟，上外講威斯碌碌，天出外看黑衣扮生熟啊，黑衣扮生熟。從前明月光，你是天上霜，低頭望明月，
抬头思故乡。嘿，大家好，我是春餐哥。我看到今年超级大热讲啊，是本我相当我等候是个冉冉太太在个范书饼，这是我冲洗啊半夜办10道太个热光饼。这半夜办啊，全世界方言都有个个热咯。到了尾，我老大家讲半夜办个谁相识？到因亞洲嘅國家啊，大體都係啲半夜辦啊，成日講餅都係上熱。不過跳下嘅 CCY 講嘅乜嘅救火計是當神奇了。馬來西亞長肉嘅，佢貼片肉嘅，因為嘅馬來西亞人啊，佢個半夜辦啊，佢係獨屋下慢奶兒點蠟燭，因為可能燈籠啊係肉嘅。要計轉來啊，是老個燈籠啊掛到個樹檔啊，還是到個人救火啊，用火到個救，個所以叫寫救火啊。熱光餅，半夜辦。喺度跳下個認真講嘅啊，乜個肉土多肉啊，個肉土啊講嘅是個熱姜啊，江山姜、廣產姜啊，嗰隻土按到肉土啦。呢度街為咧做乜嘅咧？就按依中國嘅講法嗬，呢度街為咧嗱，夾雞創新不老嘅肉啊，度街為咧種肉啊。不過跟依係講去到韓國又係日本啊，跟肉土啊是唔係度街種肉咯？呢度街為咧種糍粑，就咁樣糍粑種糍粑，唔係糍粑種糍粑，係個肉土種糍粑啦。係講呢兩句啊。係講緊半夜辦嚟書店，以前跟日本冇是韓國啦，你是為本緊肉土啊，那你嘅果都緊口緊種啦，種到緊面面容啦，土兒糍粑，cái anh台灣啊，什麼窮人？cái台灣啊，到半夜辦天出嚟培育啊。從anh到台灣到半夜辦嚟時，睇下團人啊，我做嘛，我負責培育啦，馬莎係培育專家，我係培育專家啦，見擺落緊要培到學哦，當向啊，幾條街人撇到啊，做起事會遲到都需要，尤其係我嘅細孫啊，佢等候我培嘅糍粑啦，我老嘅糍粑翻過來翻過去，變過來變過去。去到多少拆拆咁樣砰砰嗬，換到街到乜嘅碰湯街到攞雪，樣辦好先啦。我可能呢兩屆嗬，我讀書是要了，培育。咩啦？我諗你講實，我看anh今日嚟超級大熱個麼？anh看個圖嗬，到底係到底做乜嘅？係培育嘅，又係種糍粑。他剛才就是保持一個讓你認識馬來西亞文化的去寫的這個答案。所以 “for” 就是火的意思。佛，我一念錯嗎？佛，啊，你是月餅。月餅，月餅，我是约烤肉。太難了吧！超強，所以阿朱的客語的那個猜的程度超厲害。